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各种解说的两句我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朋友，你讲台湾话足侪俗语，俗语安怎来？你甲想啦，100-200年前，农村社会，家家户户多数有种作，菜色果子、树丛，咱来看到拢摕来应用俗语。咱经三句，甲果子、甲菜色有牵连的俗语。对幼囡仔讲来到大汉，头一句咱来讲，钱瓜无两，钱囝无腹肠，这句安怎描写？咱知啦，搁正常爱食冬瓜，破开中有卵，卵内底有籽，迄爱抠掉，因为籽抠起来会当留精力。钱瓜长发出来的时阵，搁幼钱的时阵，中就无迄烟卵嘛。幼囡仔嘛共款，拄安尼，搁毋捌世事的时阵，人伊就无腹肠。啥做无腹肠国精啊？是讲牙汤啊好食，伊含落啊，即马讲分我一喙好无？明明你请伊嘛，甲你讲安尼学做当生无腹肠上，毋是钱囝无腹肠。即句咧描写讲，人个幼囡仔无心机，袂动头壳要乌骨啊，互你跳，甲你设计就跳啊。钱瓜无两，钱囝无腹肠。毋过慢慢出社会了后，学了行好路的有，行对歹路去的嘛真侪。煞路尾愈做手段愈粗残，已经毋是人，已经是魔鬼咯。你若报地戏来讲，毋着魔教的至尊对。翁仔举出来口碑讲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三不做结冤仇。即款人来用俗语，用甲菜色果子有牵连的俗语来比拼，或者食饭无留种。嗰种头拄我讲啊，饭仔中嘛是有卵有籽啊，捡起来做种啊，无啦。食饭无留种，就是讲做工课斩草除根，规家共人掠厝拆，鸡仔鸟仔掠甲无饱只，连迄个3岁幼囡仔都甲刣死，安尼叫做食饭无留种，吼！这真正魔教的至尊呢，对，安尼就爱正义之士出来甲收拾，所以男主角大劫翁仔举出来，袂甲刣进前，爱先甲讲口碑，劝世讲道理，讲你这款人若留踮世间，真正是草菅度人，朋友啊！这原啊是用果子来描写俗语话，一粒柑仔已经生菇臭去啊，规骹人内底8粒柑仔，同款的去互倒掉呢。你上好紧甲拎去边啊，若无吼，这个人会影响规个团体。就是讲吼，你专门伫咧教歹囡仔大细，做歹样想好看，安尼叫做臭柑度人。干那台语用食物、菜色、果子来描写俗语，才趣味。